头先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，就是这高雄左营今仔日早起发生一桩枪击案。这是51岁的查甫人，拢总身躯是着5枪，明显死亡。警方初步判断有可能就是这物所引起的。这凶手呢，伫开枪了后是随驶车浪港去，目前已经锁定车辆，全力来追查。 命案现场已经有封锁线、涂开枪支壳，也拢做记号。高雄左营区文学路附近，22早起7点发生枪击案。警方接到报案赶到场，51岁姓罗的查甫人已经倒伫咧家己厝前的车路边，明显死亡。有民众讲，透早有阿送来运动，听到有人哪走哪发救人，过来就听到几啊声枪声，死者就倒落去啊。附近有住户讲，死者出入定定驶无共款的车，感觉真奇怪。不过，有住户对死者印象真好，讲伊若拄着人，拢会小酒问。 我看到就是他跟他老婆小孩，然后就是他家也没什么人来，就很单纯，就是看到他们在就是遛狗啊，然后跟刷外面的地这样子，然后他人碰到都很和善，他见到谁都会打招呼。常常看他开不同的车子，就是像有 BMW 啊、Toyota 的啦，然后越野车啊，然后。 宾士的，反正不同的车种，我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。死者身躯顶拢总着5枪，包括头壳红棍、腹肚拢有空碎。警方表示，死者因为犯早起甲切刀断咧互通缉，警方推测2人可能有这部纠纷。 凶手先将车挡伫公园附近的停车场卖国，等到死者出现，就先开4枪，后来佫开8枪，看到死者倒落去了后，就随开着这台白色的轿车逃走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犯案车辆，全力追查当中。目前已经有锁定1名，等于说还后续是否有接应的部分，还在做后续的厘清。 是否有接应这个是不确定，是，所以还是持续在调一件事情，很有可能他自己开车，也有可能。因为命案现场是主题区，民众讲警察局就伫附近，光头白日发生枪击案实在真恐怖。警方强调，因已经将押凶手走路的路线，同时调阅沿路的监视器，全力追查当中。记者柯家做邱超阳、高阳昌报道。